上期呢，我哋就講過遠人天柱個二棟呢。今期呢，我哋講翻一棟呢一棟。如果睇過呢一個社區嘅朋友，大家都知道遠人天柱呢一個戶型呢，我覺得大家應該係比較認可嘅，包括我在內啦。今日講我一棟同埋二棟個戶型有咩唔同？其實唔同之處就142平方呢，佢係南北對流，仲有電梯口個使用面積嘅話，你係調轉過嚟噶啦。咁啊，如果第一次呢睇到我呢條片嘅朋友呢，可以將我紙頁揾翻我哋做過二棟嘅評測。今日我哋主要做嘅就係一棟噪音方面啦，同埋我哋個一棟戶型方面啦，仲加上我哋一棟嗰個咩呢？日照嘅方面。咁啊，其他嘅話呢，116平方嘅戶型係基本一致噶啦。三個戶型呢都可以使用一個品字形嘅結構嘅設計，喺私隱方面嘅話呢，做得比較好嘅。咁啊，我哋睇翻電梯口嘅面積陣數係幾多先啦？116平方嘅陣數面積係11.4。142個西邊每個電梯口使用面積呢，大概係4個平方度。142東邊嘅話呢，大約係6個平方度啦。咁啊，我哋睇翻個一棟嘅得房率係幾多？喺唔含牆體同埋電梯口嘅陣數面積呢，阿肥仔呢係用咗702，七零咗。大約嘅話，116平方嘅淨使用面積為110平方啦。咁得房率係96%啦。咁啊，如果計埋電梯口同埋個牆體面積係超過100%噶啦。咁啊，同樣我哋做咗142平方嘅得房率。咁啊，唔含牆體同埋電梯口嘅淨使用面積呢，142平方個淨使用面積係去到137平方噶啦。得房率大約96%。咁啊，同樣啦，加埋牆體同埋電梯口面積嘅話，超過100%噶啦。咁高嘅得房率嘅話呢，咁啊，我哋嘅居住空間呢個體驗係唔錯噶啦。咁我哋過嚟分析下142平方呢個戶型啦。呢一個戶型呢，從南北對流嘅設計啦，喺夏天呢一個戶型呢個通風優勢呢係非常之明顯噶。咁啊，我都幾中意下嘅。咁啊，睇翻個廳先啦。呢個大廳嘅交邊面積，咁客廳嘅話呢，大概27個平方，擺埋沙發啊、家私電器啊，都顯得比較寬敞噶啦。咁啊，大廳隔離仲可以有個空間啊，俾細路仔玩嘅。咁啊，你擺埋鋼琴啊，咁啊，甚至到我哋可以參觀下示範單位嘅設計啊。咁啊，封窗咗之後嘅話呢，將客廳推咗出去，加上1.78米個寬，加埋5.5米嘅陽台啦。咁啊，成個面積去到37平方噶啦。咁啊，如果陽台啊加埋個書櫃呢，顯得大氣啊同埋美觀噶啦。咁啊，怪唔知得啦，依家好多人中意封窗啦。咁啊，門口呢邊嘅話有2個房啊，一個房係朝南嘅，一個係朝北嘅。咁啊，南個邊個房嘅話，個面積呢大約係9.7個方啦。北向個房嘅話呢，大約8.5個方啦。咁啊，2個房呢裝埋衣櫃個空間其實都夠用噶啦。咁啊，船關位發展商呢邊交標呢，佢有個鞋櫃嘅交標，如果唔介意呢，應該可以用得到嘅。咁啊，翻到廚房呢度啦。咁啊，廚房嘅面積大約7.6個平方啦。咁啊，廚房啊做咗個推拉門個設計。如果嘅話呢，你整飯嘅時候啊，覺得油煙大關咗佢，如果唔整飯嘅時候呢，打開，咁啊顯到個廚房呢融入咗大廳，咁啊顯得非常之大氣噶啦。咁睇翻生活陽台呢度啦，生活陽台呢邊呢有4.1個方啦。咁平時呢基本上係夠用噶啦。嚟到主人房同埋主衛、客房同埋書房呢度，同埋公衛，咁啊佢哋嘅面積呢亦都做咗測量嘅。咁主人房嘅面積呢去到23.6個平方啦，主衛嘅面積呢去到5個平方度，咁啊客房嘅面積呢去到11.2，咁啊書房嘅面積呢大約係9.4個方度。咁啊呢一個呢係交標嚟嘅，咁啊佢係冇做任何嘅創意改造。咁啊主人房啊擺埋張大床，北邊呢裝埋衣櫃，再擺埋個女主人個梳妝櫃啊。咁啊門口呢一邊呢再擺埋個衣櫃，咁啊就係咁噶啦，冇乜創意噶啦。咁我哋喺示範單位睇到個發展商呢，佢個設計呢將個書房同埋主人房係打通嘅。咁啊書房呢變成女主人專用個衣帽間啦，加埋個梳妝台啦，咁啊比個空間上落咁高噶啦。咁啊將主人房北邊設計為男主人個書房，
咁樣一嚟嘅話呢，做到係公私分明嘅，個空間係更加合理嘅啦。擺上大床呢，睇上個主人房個好大好闊落噶啦。總言之，喺新界下每一個戶型啊，發展商呢都諗辦法做得非常之好睇俾你噶啦。因為佢咩原因呢？好簡單啫嘛，佢想將啲屋賣咗出去嘅啫。咁啊，加上大家對好房子要求嘅戶型不斷提高啊，亦都加上時代嘅變更啦。咁啊，我哋依家個房地越做越好。咁啊，接落嚟呢，跟住阿肥佬嘅鏡頭呢，睇下成個社區個噪音究竟係點。咁我哋依家去睇翻嗰個一棟啊，嗰個噪音測試先。咁啊，目前呢，我哋依家就喺一棟同埋二棟之間一個交匯處。我哋依家準備行去搭 lift。今日我哋嚟到142平方，即係示範單位呢度，大家可以見得到就係肉眼睇得到我哋出邊座橋啦。咁啊，噪音呢度嘅話呢，我哋都係聽唔到嘅。我依家嘗試開埋窗俾各位聽聽嚟啦先。咁啊，大家聽下，開窗同埋即係封窗同封窗，甚至到開窗同開窗，其實個區別性都好大，係嘛？關埋，大家再認真聽下。所以個噪音問題嘅話，你哋接唔接收到？喺評論區打翻你哋大家嘅意見俾我睇下。咁我哋依家就嚟到嗰個交標嘅一棟142呢度。咁啊，大家肉眼可見嘅話都係一樣。咁啊，高速我喺呢度啦。咁啊，大家聽下大家有冇聲音。我哋再入翻去聽下。呢度個門窗係屬於開展嘅狀態，除咗即係有施工嘅聲音，咁啊車流量嘅聲音其實都聽得到嘅。如果有買咗個朋友仔啊，打翻買咗啦。如果未買個朋友仔嘅話，有咩意見啊？喺評論區打翻。呢個係一棟嘅142平方嗰個主人房啊，個窗即係南向嘅窗啊。全開個情況，喺室內依然聽到少少嘅車流嘅聲。高層嘅話，會唔會車流嘅聲會更大呢？如果有接觸過呢方面嘅問題嘅朋友仔，可以直接喺評論區打翻。咁我哋依家就嚟咗142平方嗰個示範單位。咁啊，呢度嘅前面同埋呢度嘅後邊，即係屬於全開狀態。咁啊，我依家喺室內嘅話，一樣係聽到啲車流嘅聲喺呢度，即係除咗我把聲啦。咁啊，放咗出去俾大家睇下，會唔會更加明顯呢？咁啊，我哋用咗測試儀嘅話，亦都測試咗嘅。咁啊，個噪音係依然都係存在嘅，所以有得就必有失咯。你如果中意呢度嘅戶型嚟講，咁啊，你就一定要接受咗呢一個條件咯。呢個係硬性嘅，邊個改嘅？即係邊個都改變唔到。我哋過嚟睇翻個一棟嗰個東邊嗰個採光時間，7點到12點鐘之間嘅話，東邊湖個採光都幾華嘅。咁啊，採光時間維持大約係4個鐘多啲啦。到咗晏晝之後嘅話呢，由於太陽呢往西邊行咗，咁啊個採光係逐漸減少。但係呢116平方嘅採光其實並冇太大嘅影響嘅。咁啊，再透過我哋模型嚟睇翻。我哋一人都係做咗我哋嗰個咩呢？西邊湖嗰個採光嚟嘅。咁啊，大家睇到西邊湖個採光就係咁啊！我哋日頭12點鐘之前呢係睇唔到咩太陽嘅，但係呢我哋116係依然係冇乜影響嘅。咁啊，到咗晏晝呢2點鐘之後呢，個西斜呢相對係比較嚴重嘅。咁啊，大家介唔介意嘅話呢，咁啊要睇你係你自己啦。如果大家呢想了解咁多嘅話呢，記得點呢個頭像，或者直接去揾阿肥佬，咁啊同你哋做翻啲專業嘅分析。我哋下一期做翻其他嘅社區分享俾大家，下一期見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